现场直播的操作，原理用 OBS， 下底加啦，有摄影机的声音进来了，操作。镜头有2个吗？一个拍那个讲师的黑板，一个是拍全景的。这2个镜头怎么结合？子母画面哦。谢谢你的操作。谢谢，好专业。你好。你这音响的呢？音量调大小，麦克风调这里的呢。好，谢谢。